哈嘍，各位親愛的好啊，筆姐姐大媽又閃出嚟同大家傾馬仔啦，記住要遵守我嘅3部曲教喎，睇完片唔好做孤寒撚，順手俾返個 like 我啦，訂閱我頻道，唔鳩使怕醜㗎，多啲留言幫我推下片，留言屌柒我都得㗎喎，其實我筆姐姐大媽用咁粗口嘅風格同你哋傾馬，都係貪鳩過癮同開心啫，現實真人又點撚會係咁呢？因為我始終都係女人一個，大家應該都諗到啦。好啦，又講撚返馬仔先，聽晚谷草9場夜賽，我嘅濕鳩心水馬，又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先。第一隻，第一場4班草地1002，2號馬嘅好精神，響4班屬於中游分子。有一撚定實力嘅，谷草1002都非常啱跑。今季呢隻馬嘅演出非鳩常好水準喎，場場都有走勢同走撚得接近嘅，練馬師葉楚航可以有呢啲咁穩定嘅馬，真係好撚少見喎。隻馬就比較被動啲，都係要靠末段爆上去同人鬥衝嘅。不過見到佢今場執鳩到個2檔。估計響埋邊留住嚟跑都容易攝位啲先。幕後最近都心鳩急㗎啦，今季隻馬仲未能有交代喎，應該實搏命嘅，從化操練都做閪足㗎啦，拍跳都見彈力十足，騎師係嗌少禮條濕鳩禮，濕鳩禮騎實力馬都可以交出好成績嘅，值得搏一搏咯。好啦，第二隻，第2場4班草地1002。呢場揀咗隻7號馬嘅天下寵兒，最近幾場都搏殺失手，梗係啦，次次都遇上超級強手，黑鳩仔啫。今場睇落啲對手冇咁撚強啦喎，計返卡士呢隻馬機會係咪應該高閪返好多呢？谷草1002又係佢贏馬路程嚟嘅，執撚咗個唔錯嘅6檔，出閘響前面手撚住好位。直路出頭搏走鳩甩，牌面睇落就係咁樣跑㗎啦。幕後靚女馬主吹撚晒雞話想威威喎，相信都會搏命嘅。神課操練好撚積極，狀態真係好 fit。騎師就換咗個幾人安條柒頭皮，都係想轉一轉手風啫。柒頭皮咪撚躺平啊，唔係柒都俾人剪埋㗎。呢場我稱返呢隻馬嘅，好啦。再嚟，第5場4班草地1650，呢場我揀返8號馬嘅，翠兒威威先。上一場谷草同情贏馬，出閘就可以由頭放返嚟，輕鳩鬆鬆，唔撚使點用力嘅，隻馬進度真係好大喎。家陣評分加到51分，我睇就依然仲有好撚大着數嘅，榜位孭閪住124磅啫。應該都唔會有乜壓力嘅，又俾佢執撚到個3檔添，一樣可以好鳩容易擺響前面放，有機會又走撚甩對手架喎。幕後見到都陰陰嘴笑咯，神課操練依然充足，狀態冇閪走樣嘅。騎師係周俊樂條賓州仔，賓州仔雖然細條啲，不過硬起上嚟都可以有一撚定作用嘅。呢場我繼續跟進呢隻馬啦，好啦，繼續第7場3班草地1002，呢場我揾撚咗隻穩穩陣陣嘅馬，用嚟重心島位置嘅，就係9號馬嘅加州本事。呢隻馬今季真鳩係大熟大勇，場場都能夠走入前3名嘅，屬於馬房嘅招牌馬添。響4班贏撚完2場頭馬之後，上一場升上3班跑谷草1002，直路同人鬥衝，氣勢依然都唔撚弱嘅。雖然只係跑過第3，但都係輸一個馬位多啲嘅啫。所以我覺得呢隻馬響3班唔鳩會係下風馬，更加有一定能力嘅。呢場孭撚住120磅，又賺咗輕磅嘅優勢添。馬性好主動同好鳩有鬥心嘅，幕後都話明。唔撚會俾佢停，繼續搏㗎。從化操練冇鳩放鬆過嘅，見隻馬步頭有力，保持住作戰水準㗎啦。
騎師係蔡明少條甩毛鳩，甩毛鳩都唔想俾人屌爆嘴啦。呢場佢發揮都唔撚會走樣嘅，未閪斷纜嘅馬，我就用嚟賭位置啦，應該10拿9穩嘅。好啦，最後一隻第8場2班草地12，唔撚使點諗，一鳩定稱住2號馬嘅風雲冇事㗎啦。呢隻馬今場一撚定要贏埋，先夠分數攞嗰隻百萬挑戰杯，所以鬥志就唔撚使懷疑㗎啦。隻馬就處於當打時期，出閪親嚟跑都砌到盡唔會鳩縮嘅，亦屬於好忠心添。上一場谷草千二贏馬，有前有後，淡鳩定定，姿態就食硬對手嘅。呢場磅位要孭閪住135磅頂磅，不過好彩就執鳩返個靚二檔，又補返啲有利形勢喎。幕後都串爆嘴咁講，呢個百萬挑戰杯呢場要搏撚盡命去搶分攞㗎啦。神貨見隻馬依然有火有力，搶鳩住走嘅。騎師當然係報文條陰濕鳩啦，陰濕鳩身負重任，應該唔夠膽鳩遠嘅，我一定會稱住呢隻馬㗎啦。好啦，我啲濕鳩心水馬又講完啦喎，同大家重複一次先啦。第一場2號馬嘅好精神，再嚟第二場7號馬嘅天下寵兒，跟住第5場8號馬嘅翠兒威威。繼續就係第7場9號馬嘅加州本事，最後一隻第8場2號馬嘅風雲冇事。好啦，我啲濕鳩心水馬，大家會唔會覺得真係好冇柒用啊？不過你哋睇鳩完都要做足3部曲㗎喎，俾撚返個 like 我，訂閱我頻道，多啲留言幫我推下片㗎喎。好啦。筆姐姐又要同各位講拜拜咯，送個 goodbye kiss 俾大家先，下次再見。